今日同大家一齊試下西班牙嘅半自助餐。呢度最吸引嘅係任食前菜，由經典嘅西蘭花蛋餅、凍湯，甚至罕見嘅小食都有。想知邊款必拎？午餐又好唔好食？跟住我一齊開餐啦！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不能肚餓嘅頻道。呢間喺灣仔開咗10年嘅 The Optimist， 裝修用咗好多木器同植物，好有歐洲特色。今日嚟試佢平日嘅半自助午餐。佢嘅網頁都有餐牌，你可以睇定食咩先，因為設有限時120分鐘㗎。自助餐嘅區域就設喺座位旁邊。番茄凍湯一入口就係番茄最天然嗰種酸甜味道，非常清爽。而杏仁凍湯飲落有濃厚嘅杏仁顆粒感，帶有少少鹹香。西班牙火腿乾咗啲，反而蜜瓜又甜又多汁。仲有唔可以錯過呢個配有西班牙經典紅椒堅果醬嘅烤韭菜，韭菜清甜嫩滑，好少咁樣食法，好特別。而呢款火腿炸丸子都一定要試，外層炸到金黃色，其實入面完全冇薯仔㗎，而係用鮮奶白汁混合埋鹹香嘅西班牙火腿而造成，口感好似忌廉咁軟滑，係西班牙前菜嘅必備小食。如果你中意食芝士，一定唔可以錯過跟住呢款布利芝士拼焦糖洋蔥串。布利芝士有濃郁軟滑嘅奶香味，配埋炒到軟綿甜美，而且焦糖化咗嘅洋蔥喺口入面完全融合。佢哋嘅經典西班牙薯仔蛋餅冇落洋蔥，而且調味非常輕，口味非常清淡。仲有變奏版嘅西蘭花，有特色，但係味道上同樣可吃可不吃。佢仲有好多其他西班牙小食，真係多到試唔晒，每樣食一件都飽咗一半。影片係全自費製作，希望觀眾你可以訂閱支持啦。跟住就到主菜環節啦。第一樣嘅主菜係烤阿根廷西拉牛扒，200克，要咗3成熟。佢嘅西拉牛扒冇煮到過火，肉質粉嫩。有人會覺得西拉牛扒硬，通常係因為煮得太熟。西蘭瘦肉多，一旦過咗5成熟，肉質就容易收縮變韌。佢嘅3成熟啱啱好，食到肉味。雖然唔算好濃，但都算係幾靚嘅牛扒。第二個主菜係香草燒雞。佢嘅香草燒雞見到好多香草，但香料味好似入唔到落雞肉裏面。我自己就覺得味道清淡咗啲，所以用咗跟餐嘅香草，味道即刻平衡返。不過隻燒雞整體嚟講，真係乾咗啲。除咗雞胸肉非常乾之外，連雞翼都唔算多汁。所以如果可以再揀其他主菜，我會想嘗試其他。影片係全自費拍攝嘅，好多謝你可以睇到嚟呢度。如果你中意呢段影片嘅話，希望你可以幫手訂閱。觀眾你嘅支持就係我拍片嘅最大動力啦，好多謝你。總括嚟講，呢度最吸引就係佢嘅半自助餐，啲西班牙餐前小食選擇多，出面好少見。除咗嘢食，環境亦都係一大賣點。裝修非常有外國風情，空間感十足，坐得好舒服，同朋友傾偈就最啱。由於平日都多人，所以記得要預早訂位。餐廳仲會提前1日打俾你確定，服務非常貼心。好多謝你陪我一齊食，影片到呢度啦，多謝收睇。